来看高雄，伫咧半暝3点外发生一阵车祸，是一个敢若16岁少年家载3个朋友，无下安全带去互警方抓倒来。这个少年家着驶车要逃走，却去弄到电火条，好佳在是无受伤。不过警方嘛查到这个驶车的少年家应该会接受感化教育处分，煞逃走去，等咧互少年法院通缉。14半暝3点外，轿车为规排透天厝头前驶过，无久弄到路边的盆栽，佮弄到电条才停落来，电条规互伊弄断，附近的居民嘛，互伊惊甲拢真神。他就从这边来蹦，就一路这样撞过去，蹦再撞过去，他可能撞到电线杆再停下。拼了，然后大家我唔好惊到。会住在旁边而已。这边边给偏了啦。电火条拼落来，我唔是啥，大家嘛是。双手互扣起来嫌犯，就是肇事驾驶，今年敢若16岁。车祸发生进前，才拄因为驶车无下安全带，甲另外3个乘客互警察抓倒来。煞趁警察调查另外3个人的时，趁机会想要驶车绕跑，可能因为受紧张，敢若驶300公尺就发生车祸。同仁马上上前将其压制在地。随后经查，有心少年为高雄少院发布之感化教育通缉。原来肇事驾驶无驾照驶车以外，佮因为进前犯法，爱接受感化教育所走去，互少年法院通缉。警察也发现另外一个乘客有早加他命，甲人带倒去验着李清敢有食毒，也会甲肇事驾驶送高雄少年法院归案。伊强加嘛要命令弄断顶条的求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